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珠。先开始来关心两岸最近的关系较紧张。伫时机敏感的时阵，即马搁掠着强谍案。军政局的退伍少将郭志忠、退伍的上校张超然甲周天竺，防指控对中国泄密。早暗经过透明讯问，今日半暝3点外，郭志忠、周天竺拢以15万交保，若张超然方声押禁见。公别吗？有没有什么要说明一下？会不会被诬陷啊？说中国政府多少钱？军政局退役少将郭志忠透早伫台北地检署行出来，面对记者问的问题，拢无回答。检方初步调查，张超然甲周天竺两个人伫咧退役了后，伫2013年开始，经过民间人员的牵线，熟悉中国的政治人员。伫2016年开始，两个人邀请退役少将郭志忠做伙，甲中国的政治人员来接触。后来，郭志忠搁捌家己去赴约，搁受委托来交文件。公安单位接到通报了后，追查，2月3个人涉及不法。检调站去3个退休将校大的所在敲找，要查清楚相关案情。若是起用认为涉嫌主导强盗案的张超然，伊上北京的时阵情绪真激动，伊表示讲家己是清白的，是去予国家派去中国来做特务。要带人去大陆吗？要不要澄清一下？你会觉得委屈？这澄清什么我也不知道。长官有加入共谍组织吗？没有。检调认为讲张超然涉案的部分无单纯。考虑到专案也有证人未到案，伊可能有篡强逃亡的记录，所以甲伊扣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国防部队8日开始举办年度重要的训练，要展现咱国军的实力。也毋过伫昨昏演习的第2天，中国的军机搁飞入来咱的西南空域，互咱的国军赶走。毋过这一摆飞入来的有3架有电子侦察功能的军机，嘛引起注意。F-16战机伫咧分站发现目标，飞行员锁定了后发射，向尾抓飞弹，了后就随长员脱离。台湾空军19开始年度重要的训练天龙演习，地面3-5快跑部队嘛执行任务，进行日间甲夜间的实弹射击。毋困难度较悬，嘛表现出国军弟兄战备训练的成果，要继续保卫国家安全。毋过，中共对台的军事行动若像搁加强力头。国防部表示，20强军空警、500预警机、歼8发展机、运九通信对抗机，3架进入台湾海峡中线以南、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3架有电侦行动的军机进入区域的活动，嘛引起关心。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立即性活动，请不要干扰我行动。解放军甲进前呛声讲是伫执行任务，或者是例行训练无共，即个若像态度较落冷，表示讲是例行性的活动。针对这个代志，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认为讲袂当放任。中国地库嘛公布，美军19派出海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甲 EP-31电子侦察机飞去中国东南沿海侦察，其中 EP-31电侦机离领海基线干那超50海里，引起关心。张延定分析，可能甲美国航母雷军号的动向有密切的关系。在上个礼拜的东沙岛的这方面的情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的联合号正在北死准备通过巴士海峡返回它的这个冲绳，还有日本这一带的海域要做利剑的军演。空军天龙操演会一直到3集，包括各种空对地、空对海、空对空，还有地面部队的战机比赛，验收战备训练成果。针对强机伫咧操演的期间扰乱台湾，国防部表示会派遣空中巡逻兵力来应对，还有公布驱离甲防空飞弹对踪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受东北风影响，今日较到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乡亲爱细致。咱来看上新的分图。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嘉南、台北、新北、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风互相相串、互相影响，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中南部的山区会落雨，尤其是嘉南北海岸、宜兰、花莲、大台北山区，甚至有可能会上大雨。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
温度的方面，各地低温大约是22度到24度，若伫一寡较空旷的所在，低温只剩20度尔。日是伫北部、东部高温大约有28度，中南部的高温有33度。不过早暗较凉冷，乡亲爱保重，唔通去感着。今年公费的流感预防车2礼拜内已经注346万ton，注一半去啊！甚至有一寡医学中心已经暂停注预防车。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即马应该甲有限的预防车留予高风险族群先注。不过有一寡里长不满，昨下晡去疾管署陈情。要着求帮去北部到疾管署大门，抗议公费流感疫苗分配无公平。这位是新北市邦桥区文翠里的里长王英元，伊讲别地里拢分配着250剂疫苗，嫌过文翠里有700多位65岁以上的士大人，只若分配着100剂，叫中央给伊一个交代。我变讲无做就无做，免哪用的安尼？吼，安尼就免公布啊！你公布你里长你做啥物里长？南基站社区的设站流感疫苗数量无够，就连大病也因为民众排甲路长无够住，有许多人一早起就去台北市联合病的中型医区住，就惊讲想话来无通住。我们这个8点多就来了。是怕疫苗不够会打完了。对，所以大家都是抢着来了嘛。受新冠肺炎影响，今年买注流感疫苗的民众变多。尤其北部一寡医学中心最近传讲疫苗已经注了无啊，譬如讲台北营总、南港长庚、国泰病院全部暂停修理。三总加大只敢若剩已经有约的量，台北马街只敢若剩幼婴疫苗。第一线医护人员也担心疫苗欠费会注无。以联合医院这边的话，以中心院区而言，那我们的接种率已经快要达到90%，所以应该是相对的影响不大。因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注的人真多，伫几天前卫福部疾管署紧急宣布将换50到64岁民众注，引起批评。50岁到60岁的今年打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些高风险的打的疫苗数目变少。所以为了让这样的一个群体免疫的公共政策的效果变好，所以我们才说还是让这高风险的人先打。但是中讲今年传的公费流感疫苗有603万剂，涵盖到25%。若再加上自费疫苗的115万剂，会当包括总人口的3成血，有法度达到公共卫生、群体免疫的效果。到时再看整体的注射率，再过来考虑是不是甲50到64岁民众纳入公费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哥一报。搁要到年底啊，台北市对后个月开始会提早举办过年活动，不过考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有可能会搁压起来，所以台北市政府嘛表示，若准台北出现一个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安尼有一寡活动会取消，若超过10例，过年下年的活动就会改用直播的，超过15例以上就会停办。相关的细节后礼拜会定案。来看联合报，海洋粪扫已经成做一种灾难。有环保顾问公司伫台湾西海岸做监测，研究一档了后，发现讲西部海岸平均海底粪扫的密度是全世界的1倍半，超过90%的粪扫拢是纤维布料、塑胶这物件。若上界垃圾的彰化乌溪口外海的粪扫，每平方公里大约有21万件的海底粪扫。来看《中国时报》，9月份外销订单即马传出好消息，金额已经超过500亿美金，创下历史新高。尤其因为美国禁止华为跑到咱台湾，受转单效应的影响，中国的订单年增率超过3成，这是2008年正月了后的新高。昨咱国内阁新增加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拢是对菲律宾入来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阁加3例境外移入病例，全部拢是为菲律宾入境。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按541是菲律宾籍20多岁女性，按542是20多岁男性。2个人因为工作伫今年10月初5坐港际班机来台湾，入境了后集中检疫14天。2个人到即马无症头，10月18检疫期满了后进行采检，2个人拢是阳性确诊。其中2位
菲律宾籍的呢，都是产业移工，那他们都是在集中检疫期满的时候呢，检验阳性那没有进入社区。另外一个是按543本国籍50多岁男性，长期伫菲律宾工作，10月初5出现小可发烧、肌肉酸痛、呼吸困难这情形，捌伫当地就医，诊断是肺炎，并无带院治疗。10月18返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通知镜头，伫机场采检后来确诊，而且返来台湾隔工才知影讲当地采检是阳性，目前个案有使用散素，也搁伫加护病房治疗当中。因为他在当地其实有诊断肺炎那他到我们这边的医院，其实做一些检查之后呢，也确实是有肺炎，而且也符合这个重症的定义所以目前是在我们某个医院的加护病房当中接受治疗。累计国内确诊人数已经有543例，分别是451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南队，也甲1例不明。确诊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95个人解除隔离，也有41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也搁在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000万例，死亡人数有11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43例。中国的病例是85000多例，香港有5200多例，日本超过94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51万例，印度超过759万例，巴西超过52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00万例，法国超过97万例，伫英国是超过76万例。欧洲的疫情反复，第2波的疫情颠倒食力。虽讲死亡人数无比英国遐尼济，抑阁高一个感染人数拢创下新高。致使欧洲真侪国家即马阁开始实施严格防疫措施。另外，美国的疫情嘛继续在滚价，因的厝边到加拿大甲墨西哥的边境管制，即马嘛要延长到11月1日。美国甲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在3月头1波疫情期间，就互相加入地边界关起来，来防止疫情跨越国境。这样做法原定在这个月来放宽，不过由美国疫情依然真严重，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维持在5万到7万以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协调了后同意，搁再加边界封锁期限延长到至少11月2日。不过，随着北半球慢慢进入秋冬的寒冷季节，因此烦恼对疫情有不利影响。We think a lot, very much linked to the colder weather, as people are indoors, spending more and more time indoors, and therefore greater exposures. 大西洋对换欧洲，英国政府准备实施选择性提悬警戒做法。The public health situation in Greater Manchester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We've now had 10 days of discussions in good faith with local leaders in Greater Manchester. 保守党执政的中央政府拍算甲曼彻斯特地区的防疫警戒有关到非常危险的第3级，估计受到影响民众有1000万人。而刚属英伦三岛的爱尔兰，包含用伫厝工作人就唔准出门上班，禁止所有室内，也是伫店内底家庭聚会。欧陆疫情也非常紧张，比利时感染率讲是全球第3。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对10月初开始一路超过5000人，来到1万人。政府上新推出防疫管制，包含未来1个月每天宵禁到第2天透早5点，所有酒吧甲餐厅一律强迫暂停营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美国大选剩2礼拜，有29张选举人票的佛州对摆开始提早登票，就算到大雨嘛有真侪人去投票。头一日就35万人去投票，嘛打破英国纪录。大选进入上尾14天，几啊间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拜登全美国的支持度是伫10以上，目前保持领先。不过，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甲亚利桑那这6个州选情也是无稳定。其中，佛州有29张选举人票，是人数第3济的州。对川普来讲，若是无摕到佛州的票，选调的几率就更较小啊。佛罗里达州67个郡内底有52个地区19开始提早投票。虽然外口咧落雨，不过选民也是举雨伞伫咧排队。人口上济的郡，选民差不多等15分钟就会当完成投票。敢若有一半个的所在，爱等到1点半钟。若总率摊郡有一个投票所，就要等到3点钟。
另外，有一个军伫监票员，还有员工，因为新冠病毒确诊了后，都提早甲投票所关起来。若头一天，都有超过35万人完成投票，超过2016年大选的29万1000人。This is a lifetime election.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election because it's time to end the divisiveness, the corruption, the hate.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actual policie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I think that they've been quite harmful. 今年另外一个甲永年无共款的现象，是要被决定要投予什么人的选民人数是加真少。Supporting him because I feel that his base fundamentals is rooted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what our forefathers wanted to build for America. And I feel that the opposition is really trying to undermine our society as we have it today. 川普甲拜登定伫个22要举行上尾一场选前的辩论会照常来举行，不过为着避免搁一届出现插话乱吵吵的情形，总统辩论委员会决定伫2个人的麦克装一个开关，候选人伫回答问题的时阵，头一届新闻的2分钟内会开，若即阵甲交叉辩论的阶段会搁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司法部20对 Google 提出控告，讲 Google 透过独占的合约甲广告来竞争，伫所吹的领域高占规划旁。啊，不过 Google 是表示讲，这项告诉严重错误，那美国政府告赢，上界不利的会是使用者。美国司法部甲11个州20控告 Google 犯反托拉斯法，滥使用网络的地位妨碍对手竞争，对消费者造成损害。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nforce the antitrust laws to enable competition, we could lose the next wave of innovation. If that happens, Americans may never get to see the next Google. Google unlawfully maintains these monopolies through a web of exclusionary and interlocking agreements that shut out competitors. Google 全球事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法律官的肯特沃克伫咧部落格铺文表示，司法的诉讼有重大缺点，大家使用 Google 是因为因选择要安怎做，毋是去互强迫，或者是找无替代品。即款的诉讼对消费者无任何帮助，颠倒是支持用低品质搜寻代替方案，提悬手机的价效。大家想要得到使用的搜寻服务是更较好。They also claim that Google's quality has gone down as a result of its monopoly. It clutters the space with more ads, and it claims that innovation is harmed in general. This is very hard to prove. 这项诉讼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大企业，譬如讲是科技头家的 Google、亚马逊、人民车甲苹果等等的不满。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司法部伫总统大选进前提告 Google， 可能会去用当作是某一种政治姿态，因为川普捌答应讲会追究某一寡去用指控压迫保守派声音的企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意大利的政界关心香港的局势，激进党发起12天的绝食活动，声援12个要逃亡来台湾半途中被掠去的香港少年家，希望引起各界社会关心香港。美国大选愈来愈热，拜登今仔日会去宾州，甲前总统奥巴马的共台拼选战。那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进前去为着喜宴，结果伊即马也有扫，所以取消所有造势活动。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今仔日提出包裹式的法案，包括支持放零美台交往的限制，定期卖武器予咱台湾，嘛协助台湾去参加国际活动，计共有7个支持台湾的法案。来关心伫台北市的信义路，中国信托东门分行昨下晡2点多，有一个70多岁乌子桑对银行领出40万的现金，随伫银行的大厅互抢去。警方站已经抓到16个嫌犯，搁咧追查敢有共犯。警方追查8点钟了后，20到11点左右，伫咧新北市邦桥一个主体，甲16岁涉案的少年抓起来。初步了解，嫌犯先坐捷运，才过来换客停车，想要制造断点。警方以车就人来抓人，而且继续追查其他的共犯。少年夜间停止精神，犯案的动机，还有抢来的钱的流向，也搁爱调查。这个案件是发生伫咧20下晡2点多，台北市信义路的这间中国信托东门分行，一个超70岁查甫人，打到银行领40万现金出来，传出讲，互人伫咧大厅内底，甲有缀现金的牌仔，硬抢走了后就逃走。就一个在跑，一个在追，他就跑到捷运上。哦，你说那个嫌犯就跑到捷运站了？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个去互收钱的世间的查甫人，按算要用地下换钱的方式，私底下来买人民票，伫咧面册搜查，而且联络嫌犯，两个人约好伫咧银行外口进行人民票的交易。对方甲伊讲，若是伊钱领好，人民票就随汇入去伊的口座。啊，毋过说伫咧伊咧确认讲钱敢是汇入去伊的口座的时阵，一个嫌犯雄出现，甲桌顶地一个纸袋抢去，真紧就向银行外口冲出去，佮传出一文来闪避追查。被害人与民众相约在新路2段的一间银行外交易人民币为被害人将现金给付后，犯嫌并未依约定给付人民币，随即将被害人现金拿走后逃逸啊，若是被害者地下换钱的用途是啥物？伊无愿意加讲，嘛要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一间旅行社东鑫旅游，因的员工即马是出面指控讲，公司向政府申请补助，煞揽一寡条才互员工。即马台北市的劳动局表示会去调查。那有没有跟劳工在签订那个就是减班工时的合约书啊？我们没有，应该这么说，我们都是口头。面对劳动局的人员咧问，东鑫旅游人资的主管却雄雄顿地，因为一个东鑫旅游的员工向市议员指控讲，公司甲中央申请补助款，应该全部爱付予员工。不过，公司先扣部分的款项了后，才阁拨予因，阁加上领政府的补助，公司无法度大量裁员，嘛互因无法度非自愿离职，干领失业的补助。符合劳基法吗？有好几条出问题。有哪些问题？我想可能我们要把他的这个出勤跟他的工资的相关的清册要全部调回来，然后再比对他。议员批评的声音是拢无休困，劳动局强调讲，会先了解了后追究相关的责任。因若东鑫旅游是发声明讲，申请的补助款拢有汇入去员工的口座，嘛强调讲，员工若想要暂时转图，会互因协助，其他疫情结束了后，会当阁做伙合作。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在发生，所以说未来我相信还会有。我觉得这个资方跟劳方，你必须要坐下来，就说是很诚意的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疫情还没有结束以前，这个问题是必须要严肃面对的。受到疫情的影响，边境无开放，全台湾的旅行社生意是真歹。大公司的人多，即嘛无业务，业者嘛是下到食苦瓜，有苦无地讲。加上观光局的国民旅游补助，39亿差不多拢用了啊。即嘛边境持续封锁，劳资的问题，佫一届因为员工投诉，受到大家讨论，对旅行业嘛是一种损害。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的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即马嘛防逼讲假承揽真歹欠，卫福部甲业务外包互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查某囝，即马内底护理师是指控讲因明明是去上班，啊毋过头家嘛甲因签外包的契约，所以因无年资嘛无加班费。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看起来敢若是公家单位，因过南老之家自民国102年开始，和卫福部外包予民间机构。护理师讲，头家即个人愿意甲护理师签劳务承揽契约，年资未当累计，必须签和解书，放弃2000点钟的加班时数。其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工时的部分。保健科的那个科长又要求我们要提早半个小时前来上班，但是前来上班的部分的话是，要我们签名，还是要照表定的时间签？那多余的那个我们半个小时是都没有计算的。最严重的就是拿个和解书要他们放弃的，就是他们在每一次工时里面被偷走的工时，这就是他们讲的累计1400小时。而且最近3年的外包单位。6医职能治疗所负责人杨雅婷是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查某囝。工会这间机构无长照的经验，那法度标到这个案。那他在10年之前说医疗业务不能外包，他会彻查到底。可是怎么10年之后呢？那这样子我们也怀疑是不是有这个官商勾结的问题。我所知道的是南部老人中心啊，是来拜托我女儿去接这个案子，她没有经营过，所以呢。我们付出去的钱是赔钱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就说我可以影响他这个标案啊。杨志良讲，伊已经离开政府10档啊，成为前朝国民党的政务官，那法度影响即马民党的立营执政关系。不过，争议唔难这件，内面的护理师也讲，这
进前有同事有心，有安被排暗班，一贯参加消防演练，要流散。南路之家火电流散是工作所造成。立委罗向临时要求劳动部赶紧改革劳检，也希望卫福部全面检讨因管辖的社会福利机构承担劳动契约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左营有一个姓黄的国校的查甫老师，即马是去防指控讲用话甲一寡学生囡仔糟蹋，讲一寡男女之间不三不四的话，互囡仔感觉压力真大，即马爱去医生看，爱食药啊。若家长是批评讲学校甲教育局拢无咧处理。真侪张药单放伫桌顶，学生家长提出身心科诊断证明，控诉左营区一间国小的姓黄女老师，今年6月叫违反规定的学生囡仔查某手牵手洗教室一人，甚至伫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爱双方寄塑胶鹿仔烧针，抑搁伫班上言语性骚扰学生，造成小学6年的查某囝身心压力伤大，爱看身心科食药啊才会当困。半夜吓醒，完全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后面我们看心理医生以后。就有配那个忧郁症药和那个安眠药，他只能借助这些入睡。家长表示，查某囝定定靠讲是安怎老师控制伊的身体自主权，家己伫发育期，互人处罚爱卡查甫囡仔身躯足恐怖的。伫去年5月，这个女老师就捌情绪无稳定，扭人女学生的衫领，互其他家长投诉。伊向学校甲教育局投诉，处理确实无够积极。调查认为讲，只是双方看法无共，老师并无问题。女学生的苦，敢会当家己吞落去。学校隐匿霸凌的通报跟处理，教育局看过了也不处理。询问了班上其他的小朋友，他们班上没有手牵手或者是嘴亲嘴的这个事情，因为是媒体事件，也会把这个事情再请我们的性平会这边来再重新调查一次。学校解释，去年调查无投诉事实甲内容，结果已经听报教育局，所以今年搁接到家长投诉，会重新调查。高雄市教育局也回应，已经要求学校以性别平等教育法通报，并依照规定第3天内召开性平会讨论。若是是毋是有延误通报，教育局会调查了后依法处理，绝对袂宽容。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6月份的时，银行咧办理政府的劳工纾困贷款，所以劳动部当时有同意银行讲，因为无用支持所以会当动用劳基法的霸王条款，就是讲若是有天灾事故，也是特殊的状况，会当免受法律顶头工作时间的限制。结果呢，就一寡劳工加班加过头。即马劳动部是表示，刷落来要讨贷款，这工课拢爱事先安排，所以若是要加班，就是爱照劳基法来行。点半2天正年营业疫情推出劳工纾困贷款，要求银行3天内携带拨款给劳工，互银行员严重超时工作。而且当时劳动部认定 COVID-19 疫情是属有天灾事变，还是突发事件，会当免除7休1，每日工时12点钟这个限制，互银行工会到即马也是对霸王条款有阴影。纾困贷款3日内一定要拨款，这个确实在分行压力很大。其实第4款，我是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个。工会是烦恼银行会将霸王条款当作是双方保险，透过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会，至少2遍发函请劳动部，莫阁互银行雇主享有豁免权。总算伫顶礼拜，劳动部回函明确表示，纾困贷款后续管理工作，若做会当事先预测，而且无时效紧迫性，都甲天灾事变的情况有差别。也就是未来若是超期放款、催销这种业务，雇主也是爱遵守劳基法，照实给付加班费。那当然，劳动部还是要特别强调啦，这个不是说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函释，那你就事业单位是非用不可，当然不是，有需求才去使用，所以当然没有需求了就不去使用。因应疫情，那银行也是纾困振兴办法提起的这个制造业、服务业这劳工，一直到明年6月，若做受到疫情影响，当时拢会当全面放零。即马劳动部针对银行业重新约定限制，但是其他行业是不是也适用咧？官员回应，若做不是因应疫情的需求，该依照正常工时规定的，都必须遵守。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8月15是中秋，千金小姐抛绣球，因为是伫中秋才有举办的活动。即马台南下营的海基本家嘛有举办抛绣球活动，甚至讲明年青牛马西嘛要举办抛绣球的比赛。2、1，来点掌声！拍照。
姑娘徛伫楼顶，将手球弹落楼骹，看啥物人接袂到。伫古早时，无通自由恋爱的时代，若想要嫁予心爱的人，手球就爱抛好准。处理抛绣球，下一次我明年就来比武招亲了。举办这个活动的会赢海基本家，原本是慈心詹北人伫1958年起的旧厝，是予展架宗亲大的所在。不过已经攀远过了10年。经过整修的展架本家，用会赢的旧地名海基赢来号名，建做即卖海基本家。因为这栋建筑本身就真有特色，二楼阁有真宽的平台，才会有举办抛绣球活动的想法。每年的七夕情人节是盛大来举行，来办理抛绣球，把这个引进我们整个台南市。今年带新妇，明年咱再过来起楼啊！现场唔但有抛绣球的活动，嘛邀请社区的老大人来表演带新娘，连每人包拢装头甲水当当，请真侪民众来体验传统活动。所以，和全国相关总会希望明年会当甲市府旧历7月初7的活动结合，扩大举办盛大的抛绣球比赛。记者综合报道。那婚林好买，伫日本时代是好买棍，到今年拄啊好100档，所以当地嘛举办庆祝活动。为了庆祝好买店自日本时代1920年正式号名做好买棍，到今年拄好100档，民间发起2020好买起家百会节，要邀请民众到店来贺祝好买店的百会生日。完全靠因民间的力量来推广咱好买这个所在安尼。今仔有真侪咱的社区理事长嘛，有真侪里长，真侪咱的地方的时代拢来大家共同来庆祝咱这个好买拜年在好买正式失棍之时，庄内有一座高经自成社，是在地上重要的信用中心，也伫经济中心。好买集团会社和行政中心、好买军役所之间的这条大街路，就是老一辈好买人所讲的旧市街。在永早，差不多所有好买人的日常生活，拢伫这条街啊来发生。在早期这个地方，它从来都没有叫过虎尾。那日本在1920年的时候，他们实施行政改革，他们就根据当时各地方发展，决定将这个地方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行政的这个街镇。所以当时这边叫做台南州虎尾郡虎尾庄，这是虎尾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独立行政单位的开始。需要把历史的脉络，我们重新去把它揭露出来。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活动去集结民间的力量，来由下而上来做虎尾的第2次地方创生。好买起家百会节是由地方家己总经费规划办理，一手包办，现场安排历史相片的展览、热闹的商店小卖，加上文书工作者的导览小介，就是希望会当再现当年的好买街啊和生活场景，互民众更加熟悉好买起家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世界经济论坛预测讲，到2050年，海底粪扫会比鱼仔也搁较侪。若咱台湾嘛进行咱国内头一摆的海洋粪扫调查，即马是发现讲，伫西部海岸的海底粪扫是全世界平均的1倍半。研究人员坐着五路渔船来到高屏溪出海口，选定所在了后，把底车生物采集器投入海内底。所来渔船用1慢的速度来拖5分钟，结果把海底的土沙甲粪扫拢甲收集起来，结果对海底游起来。研究人员先经过冲洗，了后甲物质送到实验室分析，发现塑胶粪扫上多。整体来看，塑胶类的大概都有到8成甚至是9成之多。那最主要就是膜状的塑胶跟化学的纤维。跨国公司甲海洋生态学者合作，依照联合国技术文件规范的方法，每季在西海岸采样监测，1年来采样215摆，结果发现平均粪扫密度每平方公里121000外件，是全球平均的将近1.5倍。单位面积重量明显比日本和国际国家较悬，其中淡水湖口的海底粪扫重量更加是全球平均的90倍。这次最脏的点呢是在淡水河的外海，它流经的是台湾1/3人口居住的地方，所以可能有很多垃圾是来自于上游的这个区域。很多的底栖生物和垃圾的交互影响，我们发现垃圾已经喧宾夺主了，它也跟底栖生物竞争了它
应该有的空间。这个计划合作学者彭立雄教授也指出，海地这本素对地质生物具有潜在风险，是不是因此影响鱼甲资源，等待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讲，若是会使及早启动相关检测，找出笨素热点，也有锁定笨素可能来源，将法度找出更加对症下药方法，对源头减量。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调查，伫嘉义市各中各校的运动场有86%拢是用 PU 的跑道。若这款跑道成本较悬，有天气较烧热的时，佫会有塑胶臭味。所以市府是按算要创全国大省，甲这嘉义市各中各校的这 PU 跑道全拢换做草布，也是铺红涂。过即马嘛有学校烦恼讲，若是用红涂落去铺，伫咧透风的时，可能嘛有营养的问题。真正专业的运动场使用这种塑胶原料做的 PU 跑道来吸收运动员骹骨的冲击，嘛会看咧互顶下来作用。嘉义市目前28间各中各小当中，只剩2间各小也是使用红涂的跑道。学校认为红涂的跑道较自然，对囡仔对环境拢较好。伊本身面顶的透水性铺面吼是真好的一个环境。另外就是讲，咱囡仔若伫面顶运动的时阵，若无小心去绊倒，伊受伤的迄个空脆会较轻，会较细空安尼，较袂讲像迄个 PU 跑道的颗粒较大，伊也愈着挫伤的面积会较大。这种塑胶原料的 PU 跑道，天气热的时阵会有一寡奇怪气味，而且时间久啊嘛会变定，对成长的囡仔来讲颠倒无好处。嘉义市政府有要推出学校的立法，除了暗算伫学校种树啊，嘛希望未来会当豆豆来换遮的跑道。PU 跑道当时要去打造的时阵，是因为顾虑到囡仔的安全。红土跑道其实你也维护好势以外，其实对安全的问题嘛，咪是甚物困难的代志。教育处表示，起一条 PU 跑道，上无嘛爱开600万以上，而且跑道顶面的塑胶粒仔，毋但会愈用愈少，而且嘛佫影响环境，维护的费用嘛真做学校的负担。这个维修的部分，确实是真正是真大的费用。当然啦，慢慢来改善，变做红涂。当然一寡维护的问题，咱也会当来改善来讲，我感觉做红涂嘛是一种真好的考虑。不过，一个学校嘛指出，红涂的跑道虽然符合环保的趋势，成本嘛比 PU 跑道更较俗，但是营养的问题对家长甲社区来讲嘛需要解决。市政府表示，每一间学校拢有无同的问题，会配合学校的环境甲社区的需求来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新眼界，恒春的民谣国宝陈达30多当前因为车祸过身。即马台湾音乐馆有规划一个台湾音乐珍贵录音线顶展览，头一摆公开1969年民歌采集运动陈达的录音，要互大家会使听到半世纪进前民间的歌声。这是1968年4月初5，针对民间歌手陈达进行的录音记录。当时由这位音乐家同齐发动的民歌采集运动，自1966年到1979年，针对台湾各族群的民间歌手进行采访录音，和已经消失的历史声音，同好保存到达。2013年呢，在某一次的机缘之下呢，我从德国东亚研究院带回来一批资料。这是该院的创办人欧勒斯神父1960年代跟史维亮为首的台湾音乐家互动所留下来的档案。那其中呢，就包括56卷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历史录音拷贝。除了头摆公开发表1969年陈达的录音档案，嘛有1991年钢琴家叶丽娜甲韦洛夫做伙伫玉山夫妻树头前弹奏的影片。台湾音乐珍贵录音线顶顶，除了吟唱诗人陈达、钢琴家叶丽娜甲韦洛夫，也阁有声乐家石木德、作曲家温良信的资料展出，要和民众做伙回顾珍贵的台湾音乐历史。很多人都常说，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是所谓的留下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可供后人参考？就是必须要加以整理、编目
和收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耐心和专业的工作。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是非常的荣幸，有那么多人的工作投入，把我们的资料做成这样子，所以跟徐老师一样，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报，就是专省自己的专业。展览规划者黄君仁嘛讲，做好档案的保存，刷落来任务就是爱思考如何展现甲推广，希望透过世界影音遗产日的机会，将库房内底的实体资料数位化，放伫网络，通好互大家欣赏这的美妙乐声。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瓜基华伫高雄的旧厝，对这个月开始推出 VR 虚拟实景的体验，透过现代科技，现场的演员会甲民众互动，互现场来参观的民众扮演瓜基华本人，亲身来体验防心门、防折磨的过程。人本地伫灶骹咧啉茶，煞雄雄出现一个生份人，甲伊掠去。柯先生吗？柯先生吗？是啊，跟我说。对这开始，民众就那变成瓜基华本人，掠人的任务其实就是现场的演员。透过 VR 体验，会当看到迄当时互人心门、折磨、坐架等等的现场。台湾监狱岛作为一个起点，那在阅读完之后，因为感受到里面非常非常深的孤寂感，那这个孤寂感我想要传达给观众，所以呢，我就采用了一次只有一个观众，然后特别为科技化故居量身定做的这一出戏。你去。甲瓜基华的旧厝装潢甲哪像白色恐怖迄个年代。高雄历史博物馆今年10月，搁再推出网游乌托邦 VR 体验，编写这出浸水式戏剧编剧兼导演的李玉玲老师讲，迄当时伊是甲瓜基华写的回忆录看了，才开始制作这出戏的。柯老师他自己有非常非常坚决的政治的理念，这样子，那是不是用在未来我不晓得，但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个时空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让我们这一代或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去明白。第一遍离这白色恐怖最近呢，还好这是一个体验呀，不是真实发生的。工作人员的表现就是引导得非常好，就是有成功让我进入那个时代的感觉。短短30分钟，民众就亲像回去到瓜基华失去自由迄17天。瓜基华是文学家，嘛是教育家，煞因为政治坐家，伊出狱了后，甲因某就住伫个出版社的楼顶，一直到过身。演艺文化哦，真畅销哦，伫前后50年左右，2代人在读演艺啦，大家拢知影柯启华，伊是台湾一个精英嘛，精英啦，所以告诉伊啦，当时无咧关无得啊，他现在程度不是这样而已。瓜基华的旧厝已经成做高雄的人权景点，即马阁透过戏剧结合 VR 的体验，嘛，互民众无同款的感受。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日本时代伫嘉义的城隍庙，捌有生理人寄附伫庙埕起一座戏台，后来因为空间无够，戏台嘛拆掉。当初寄附这条钱的事实，转甲一寡较珍贵的建材有砸断去，该起厝。即马这间厝红灯落做历史建筑。老厝的婴仔一支一支藏起来检查，需要换的婴仔嘛要用木工甲榫头做出来。这间厝的前身是一座日本时代起的戏台，内底有漳州甲日本文化的建筑元素。嘉义市政府特别邀请专业的甲座师傅透底修整。漳州的那个龙鱼，这个很少啦，台湾大概不到10只，这个是很少看到的。这间厝头先是一座戏台，是厝主的时代寄附予嘉义城隍庙。后来庙方因为庙埕空间无够要拆掉，厝主想要保留时代的诚心，佮把这个戏台建材买回来，改做厝来住。中日战争啊，这个嘉义会有很大的轰炸，住在市区也是很危险啊，所以那以前这边是郊区啊，所以才会怎样搬来这里住啊？搬来这里住，你一定要隔层房间才能住啊。
因为当初这些建材有的是为中国运过来，而且后来起价金的时阵，佫增加日本的风格。算起来，这间厝有真特别的历史。负责修整的师傅讲，用迄来改造厝内大，这可能是台湾唯一的一间。伊重点有4个串角出嚟哦，是用行路咁坐伫欣赏咱咧搬鱼时阵的特色啦。所以较别种，甲一般咱的闽南式建筑会较，毋是属于咱要大迄款式，另外一种设计的风格不一样，蛮有看头的。师傅表示，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处理一寡婴仔歹去的问题，强化整体结构。厝主的孙嘛指出，等未来修整好势，嘛愿意提供出来，成做社区文化教育场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世界真心实，来看即马各国疫情反苦，观光旅游业搁带咧等，业者各不将爱想空想芳找出路。伫日本即马有一间游乐园，乡村大批的食头路人，即马较侪拢伫厝内办公，这久啊，嘛感觉无聊，所以就推出乐园行动办公室，互人客伫摩天轮顶悬办公，一人一间，无人交叉，而且可以当保持社交距离。派卡邦甲电脑准备要开始真无用的一天。伫咧科技公司上班的三本，今仔日经家要来做伊的办公室。伫摩天轮的车手做工课，毋是咧搞怪，是日本一间游乐园推出的新服务。因为疫情影响，游客减真济，当家真有名的特别乐园来出怪步。10月15开始推出乐园行动办公室的套餐。摩天轮开放商务使用，会当互远距离做工课的上班族拿佚佗拿办公。园区内底有提供 WiFi， 伫咧空中嘛毋惊断线。三本毋若伫咧车手顶悬开视讯会议，搁等空中的风景互同事来看。啊，毋过伫咧摩天轮顶悬办公，哪像无遐多专心。なんかやっぱり落ち着かないかな、ちょっと集中し始めたら気になら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摩天轮商务使用限制1点钟，上侪会当坐4摆。欣赏风景了后，民众会当去游泳池边仔的商務辦公區，用真舒適的姿勢倒伫咧天椅頂懸來處理公事。いつもと普段と違うんで気分転換にはなりますし、外なのでやっぱ気分はいいです。樂園行動辦公室嘅套餐，平常時嘅票價1900塊一票，超新台票520塊。拜六禮拜也是固定假期是2000塊一票，超新台票550塊。除了摩天轮甲游泳池的商務區，佮會當免費使用高爾夫的練習場。做工課忝啊，會當來拍球，再佮去附近的溫泉浸一下。超級特別的氣味，就是想要佇因為疫情興起來遠距離工作調之下，找到另外一種商機。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寡國家嘅民眾會食海龜卵，有人食就有人賣，甚至有人專工去偷摕。為着要保護海龜，動保團體即馬想出一步，伊用3D 的列印做出假嘅海龜卵，若內底有導 GPS， 偷摕人會隨互追蹤，到上暗尾買嘅人龜乾攏會互做伙掠起來。這粒表面攏是沙啊，看起來若像真嘅海龜卵，其實是3D 列印的作品，內底佫有藏秘密，有設 GPS 的定位系統。英國的生態保育研究人員是看美國電視劇當中，利用 GPS 定位來查到毒品走私的劇情，轉來做一個假的海龜卵，甲這偷偷放落去海龜卵的手內底，想要告訴真正找出非法偷掠海龜卵的卡路。啊，若是要互嫌犯中計的關鍵，就伫咧3D 的列印技術愛拿像真的。Sea turtle eggs are very pliable and squishy. They're the shape and almost about the size of a ping pong ball. But they're not hard on the outside, and they also have a funny color. They're whitish with a little bit yellow undertint, and so we knew that we couldn't just paint it white or just paint it off white, and we also knew that it needed to have a texture because it's not like a smooth and shiny chicken egg. 研究人員鎖定真濟非法偷掠海龜卵的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甲即寡3D 列印的海龜卵放入去當地4個海沙堡的101個海龜的手內底，結果有1/4的假卵，落尾去互偷掠堡的人佇5個手內底偷摕走。即寡假的海龜卵每點鐘會發出一個信號，結果研究人員發現，去互偷摕海龜卵有會互提起2公里外的酒吧。上遠的是去互提起內陸137公里遠的所在，大部分的市場攏是去互消費者食落腹肚底。Now tha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means that we can now target demand reduction campaigns and really start to focus on kind of if the trade chain is from
person removing the eggs, selling them to the one point of contact, door to door. That means if we can take out the demand, then there's no trade. 这项研究得到初步的效果了后，研究人员嘛按算要把这款方式应用伫咧研究的鸟仔卵甲鱼翅顶悬，利用这款方法找出非法猎捕的歹人，来保护强要节整动物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风互相相吹影响，伫北部、东半部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已经针对基隆、台北、新北、宜兰发布大雨特报，雨会一直落到拜五，雨才较点，暗晡到时会变寒，因为冷空气流南，温度到时会下降。接下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29度。外岛是21度到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